期待已久，儲蓄謀已久，秋官尋寶，好地方啊，終於有啦嗱！啊，一入到嚟，官敞明亮啊，睇下幾多嘢，見唔見？整備當中啊，好多仲未完善，仲未到貨嘅嗱，都係擺得一件嘅咋，中維神威啊，都幾靚，仲未擺齊嘅，大家可以多啲過嚟飲茶見下我嘅，慢慢嚟，上2樓睇下。1樓嘅石灣陶藝，2樓咧就書畫，睇下我哋啲貨，少少咋嗱，冰山一角，睇下少昂先生1954年好少見嘅白描啊，好靚嘅白描朱頂欄啊，喺巴黎方軍壁畫室畫，誒巴黎喎，啱啱奧運係咪好應景咧？啊，陳永昌先生嘅娛樂圖畫得非常之細緻嘅9條鯉魚啊，仲有佢嘅老師余谷庵先生嘅題詩啊。非常之稀有啊！梁才先生嘅書法等等等等，你睇下呢邊牆，咪有裝框嘅展示效果會靚好多咧，各式其式乜都有，係嘛？今晚咧都會同大家分享嘅。我有好多陶藝家、畫家過嚟呢度同大家創作互動啊、分享交流啊，係咪先？有呢個秘密基地係啦，3樓呢度唔揭曉住，留啲神秘感大家係嘛？今晚見，日日見，多啲過嚟見下。